我係泰迪，移居吉隆坡10幾年，開咗3間餐廳嘅香港人，難得返到香港，梗係食下啲經典傳統好嘢啦。香港人食嘢奄尖麻煩嘴刁，拗着數就梗㗎啦。所以要做到香港傳統粵菜味道，價錢又唔太貴，真係唔容易啊！各位嚟香港玩嘅朋友，唔想成日排隊食打卡餐廳，又唔想去俾人劏到一頸血嘅超級名店，咁就要按讚分享呢條片，然後睇到片尾啦。既然嚟到香港，梗係要一家大細飲杯茶，食下正宗香港點心啦。呢間真係我由細食到大40幾年嘅老字號，連續攞咗10幾年米芝蓮推介，都要咁低調，為咩啊？怕加租，又怕請唔到伙計咯。喺香港食開點心嘅朋友都知道，一係貴到冇朋友，一係就食工廠大量生產嘅，完全冇晒香港傳統風味。呢間係香港所餘無幾傳統香港手工點心嘅粵菜大酒樓啊！每一件點心連餡料都係自家師傅親手製作，絕對係傳統、堅持、誠意集於一身啊！話多個小秘密俾大家知，如果遇見芝麻雞新鮮出爐，千祈唔好放過。呢味嘢又賣唔起乜嘢價錢，但係食落呢就啖啖雞黃油加埋芝麻香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呢度午飯時間都必然滿座，所以早少少嚟就有着數啊！先嚟一碟新鮮香脆嘅腐皮卷，腐皮香脆，餡料軟滑，冇得頂。蝦餃皮就接工整啊，四方市正，咬落餡料味道清爽鮮甜，皮薄而有微微韌性，就係香港蝦餃嘅味道啊！再嚟今餐重頭戲之一，香港特色嘅豬腳醋啊！呢碗嘢一坐低即刻叫，唔好等，遲咗我都驚賣晒啊！呢味嘢係陳年港式甜醋做嘅，真係正宗香港口味啊！唔只要食個豬手，更加要食埋嗰嚿薑，飲埋啖醋，你就真係翻唔到轉頭啊！成碗嘢一擺低，真係汁都冇一滴剩啊！繼續蒸魚球，看似簡單，其實真係集中晒香港嘅天時地利人和先做到出嚟啊！一啖咬落鮮甜鬆軟，魚味十足，好似一啖食咗幾十條魚喺口度咁啊！唔係講笑，我咬完第一口真係想成碟食晒佢啊！再嚟整多碟懷舊精選蒸釀柚皮，我真係唔想講咩嘢香港點心天花板呢啲廢話。傳統老香港點心嘅味道實而不華，你嚟呢度食咗先講啦。就喺銅鑼灣地鐵站 C 出口嘅斜對面，過條馬路行多幾步就到啦。詳細準確嘅地址同埋聯絡電話，我就留喺下邊嘅留言欄裏邊啦。睇到呢度嘅朋友，記住幫我撳個 like， 跟住未訂閱嘅訂閱埋個 channel 啊！留意我哋老闆食堂。呢個真係唔係廣告嚟㗎，師傅見我哋食得咁開心，請我哋食咗碗鮑魚雞粥啫，係咁啦，拜拜。